嗯，今天的事的确是我有疏忽，不过我也是情有可原嘛。回去之后，让法务拟份投资协议发给尹启。投资协议？啊！何总要投资西林湖啦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耶！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一高兴就忘了，罚款我会给小川哥的。那倒不必了。你今天算是给星云立了份大功。老板，既然立了个大功，那绩效奖金什么的，是你让蒋小川上吐下泻不能上班，你上班时间还频频离席，忘记开会时间，忘记带开会资料。请问周小姐，你凭什么领奖金？我什么？没什么。你最近是不是因为要离开公司了，所以才表现得这么反常？你说是，就是吧。看来我们之间相处的时间是太多了点儿。等你离开公司，应该就不会有这个困扰了吧？顾总，我回来了。身体没问题了？啊，完全没问题了。待会儿我再跟周建清交接一下工作，马上就可以正式回归了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了。等等，啊？最近周建清天天跟我待在一块儿，好像陷得有点深了。哦。突然要离开我身边，她一个女孩子，我怕她一下子承受不住。一会儿你跟她交接工作的时候，一定记得别刺激到她。女孩子比较重感情，要伤了她的心就不好了。那顾总，您的意思是，她应该是喜欢上我了。虽然是名义上的未婚妻，但该照顾到的情绪还是要照顾到嘛。好，去吧。哦。青青，你一定要记得回来看我们哦。咱们常联系啊，青青。对啊，常联系。放心吧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常回来看你们的。那就好。哎，行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青青，我们会想你的，我也会想你们的。青青要照顾好自己啊。是啊，是啊，照顾好自己哦。我怎么觉得记得把我他好像没你想的那么上。想你的。对，常联系啊，青青。他周建清婆婆妈妈的了，我们最擅长强颜欢笑了。后会有期，江湖再见。下回再见。下回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青青。